一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，请将手机关机或关静音。大家平安，平安。让我们一起站起来，用我们的歌声赞美神。主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。
主啊，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，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一生中用尽我们的全力来荣耀你。柔美的救主，我仰望你面，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，我找到自己，在你救恩计划里，我愿用我全心，用我全力来荣耀你。你是我一生的依靠，你给我温暖的拥抱，我只想永远爱着你，紧紧跟随你，一生因你而微笑。当你的灵将我围绕，我献上自己做后祭，一生服侍你，我的主。我仰望你面，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，我找到自己，在你救恩计划里，我愿用我全心，用我全力来荣耀你，柔美的救主。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，我找到自己，在你救恩计划里，我愿用我全心，用我全力来荣耀你。你是我一生的依靠，你给我温暖的拥抱，我只想永远是你我的主，没有任何事物能改变我决定，或改变我的心。当你用爱触摸，我空虚的生命。你是我一生的依靠，你给我温暖的拥抱，我只想永远爱着你，紧紧跟随你，我一生因你而微笑。当你的灵将我环绕，我献上自己做过祭，一生服侍你。是你，我的主。
向自己做呼吸，一生服侍你，我的主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你满满的爱和恩典。感谢你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依靠，用爱触摸我们的生命，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。我们也要在这里宣告，无论遭遇什么事，遇到什么世俗的诱惑，我们都要坚定我们的心，努力活出你的样式，永远不离开你。还是这样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来攻读新的诫命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请坐。奉献，我们请当班的同工。让我们一起同心做个奉献祷告。父神们，感谢你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那配得赞美的，我们要用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你，来赞美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那配得拥有的。谢谢你的恩典，拣选我们来到你的殿中。主啊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过去的一个礼拜，无论在事业上、在学业上、在生活上，都能够得到你的看顾。主啊，也求你保守看顾，在我们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，依然有你的保守和支持，让我们的在未来一个礼拜，特别是要开学的这个礼拜，无论是在事业上、学业上、生活上，都能够平安顺利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现在奉上我们的金钱作为你的圣工之用。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，这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来，我们看报告。报告在周报里面都有记载哦。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消息。今天一节牧师受托到李春生教会，为新竹圣经书院请安募款。然后第二点，9月2号，礼拜六，也就是下个礼拜六下午2点召开小会，下午3点半召开长执会，请长执留意。第三，社区关怀据点银发族的好处编将于9月4号礼拜一开始陆续开课，请为课程的顺利进行以及参与志工的身心灵的强健祷告。9月10号礼拜天中午12点，教育部讲座，主题：教会巡礼，宇都古今风情。讲员：蔡尚志长老。第五，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，
到9月10号截止，预定是9月17号颁发。奖学金发放的办法详情请参阅公布栏。第6，请各团契会场将第4季10到12月的团契内容以及服饰排班，于9月17号前交给干事来会诊。以上。圣经，今天的圣经记载在箴言第18章1到12节。箴言18章1到12节。等一下。与众寡合的，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显露心意。恶人来，藐视谁来？羞耻道，辱骂同道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。沾寻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义人的案件，都为不善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开口遭鞭打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。义人奔入便得安稳，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犹如高墙。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；尊荣以前，必有谦卑。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耶和华我坚固磐石。我们将时间交给志美牧师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上个礼拜刚才那个经文经文因为牧师有临时多加了3节，就前面3节了所以那个季红可能没有注意到，因为在上个礼拜的周报有写出来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手上都有圣经嘛好，上个礼拜呢，牧师跟青少契去参加夏令营。好，牧师要分享一个体验。在夏令营呢，它有一个体验的设备是高空独木桥，就是这边一根柱子，然后这边一根柱子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就 H 型的一个独木桥，大概20公分，直径有20公分的那个圆柱，那个圆柱体这样的那个独木桥。然后大家学员一个一个上去其实本来牧师是不打算上去的，因为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。太可怕了，我不太想爬因为怎么年纪越大，怎么有点惧高症，就那种，就是开始跑出来了可是呢，一个一个就上去了嘛。然后在我前面的是定性，因为他是辅导他辅导他就是等学员都上去，他最后一个上去。然后等到在定性前一个上去的时候，我忘了是谁问我说牧师你，等下换你啦，你要不要上去啊？这样子。然后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不上去了，可是就那么一个声音，就觉得。好吧，就上去看看，因为它的安全设备其实是蛮好的，蛮道地的安全设备，就是绝对不会有任何危险的那一种。不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这1、2天有一个新闻，就是玩那个 SUP， 就是那个立桨翻覆，然后就淹死了。因为子群跟慈爱他们之前也有在金门的海边也有玩过立桨，所以我就特别注意到，这怎么会这么危险？他会淹死是因为他没有。套那个安全带、安全绳，他都没有，连救生衣他也没有穿，就是任何安全设备他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上个礼拜夏令营这个没有，就是安全设施是非常好的。我就想说，好吧，来都来了，就气跨麦就试试看，然后就从
那个柱子一边，另外一边这一边的柱子呢，就像爬上去，像爬那个台北市，因为现在整个电线网络都地下化，好像很少看到那种电线杆，就是那种台电公司的人都会爬上去的那个电线杆。好，我就爬到一个平台，那个高度大概2层楼那种高度。因为往上爬是人是向上看的嘛，然后爬到那个高度开始要往下，就很本能的就往下看，一看，哦呦，好恐怖哦！那个高度就开始有点脚软哈，然后就要准备要放手啊，放手要从这边走到那边去，然后放手那一下真的不敢放手哎，哦，因为小雨也不太敢，他在我更之前，然后我就大喊他的名字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小雨，我懂你，好，我懂你的害怕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开始调整呼吸，一边调整呼吸又一边祷告。我说主啊，我知道这是安全的，我知道这是安全的，我知道这是安全的，我就不断向自己喊话。然后有一个经文就跑出来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今天如果我明明知道这是安全的，但是我始终不敢踏出去那一步的时候，那我的相信也是枉然啊，我认为的安全也是枉然。好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好的，我知道，上帝，我就踏出去，然后就先要放手嘛，然后再踏出去嘛，而且什么都没有的扶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踏出去了。好，所以信心跟行为是要互相配搭的。那今天的箴言呢，18章提到2种人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圣经好了，我们座位前面都有圣经。好，因为在今天的 PPT 里面没有1到3节，但是呢，我今天会讲前面，就是在695页，大家可以翻到圣经695页，箴言18章。好，我们就先读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读第1节跟第2节，先读前2节就好了。好，预备来。与众寡合的，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，喜爱显露心意，只喜爱显露心意。这个因为牧师有点老花，这个字对我来讲实在有点小。好，就他讲到有2种人，哪2种人？第一种人就是第1节是与众寡合的。好，与众寡合的，什么是与众寡合的人呢？这种人呢，就是喜欢追求自我满足的孤僻人。追求自我满足没什么不好，但是呢，这一种人呢，他特别在人群当中孤立自己。怎么说呢？他就只顾自己的心愿，只愿意在自己的安全舒适范围里面活动。好，然后也会常常替自己的一些行为找借口。比如说在第11节，今天的经文11节我们可以看到，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犹如高墙。这个跟刚才讲的这个是可以呼应的。富足人就是有钱人呐、一般有钱人，我们讲有钱人，他就是一个统称呐、他可以说是一个拥有资源的人，他是个资源很多的人，很多的富足人或有钱人。好，那他的富足，他的有钱，在他的幻想当中犹如高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断在累积自己的资源财富的过程当中，他们的这些成就啊，就证明了他过去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对的，他的想法都是对的，他的做法选择都是对的，以至于他一步一步走来才是有成就的人嘛，才是富足人嘛，或是有钱人嘛。好，就是拥有资源的人。好，那他们会认为他们的安全感跟成就感都仰仗自己一直以来的经验，于是呢，不是完全有钱人都是这样子了哈。那有一些有钱人呢，他们会变成像今天讲的这个孤僻，就是富足人。11节说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高墙坚城，为什么会变成他的高墙就是坚不可摧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都是对的，所以他们听不进任何人给他们的意见。有些人他觉得我是对的，所以你的意见我不接受，甚至于真的智慧他们也不接受，他们只认为自己认定的那些东西，好，他都仰仗自己。所以这一些他所
他的成功、他的成就，反而变成一道很高的高墙，让别人没办法进入他的心房。他即便是处在人群当中，但是他也是一种自我孤立的状态，因为他没办法跟人家交心。我们讲说交心是要互相嘛，对不对？我听你的分享，你听我的分享，我给你的意见啊，你也给我意见，大家互相。可是他如果都是自己都是对的，他没有办法互相的时候，即便是在人群中，他仍然是孤立的状态。好，除了这个与众寡合的人，这边讲与众寡合的人，其实就是孤僻的人嘛。好，一个孤僻的人。好，另外还有一种人呢是什么人呢？第2节说愚昧人。愚昧人哦，他跟孤僻的人一样，他都拒绝一些真智慧，一些其他人的谏言。不只是如此，他们还爱张大嘴巴，到处说闲话。愚昧人他认为大家都理所当然跟他一样，同感一灵。我喜欢比如说我很喜欢说闲话，我就觉得当我找到伯彦，跟他讲说，伯彦，我跟你讲谁谁谁怎样的时候，当我会这样子跟伯彦讲说，我就会认为伯彦他也是个爱说闲话的人，他也很爱听这些闲言闲语。所以爱说闲话的人，他也会去找，他觉得哪些人跟他的那个我们讲说痛，好，那个是一样的，然后我就好去讲这样子。好，那爱说闲话，他就认为大家跟他一样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如果今天我找到伯彦，我跟他说个某种人的闲话，现在如果伯彦不认同嘞，伯彦如果跟我讲说，那个这位牧师，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，我觉得你应该再去查证一下什么之类的。那我可能就会跳脚，或者是我下次可能就不找他讲话了。我会就是会变得很羞愧，然后就会变得很恼怒，因为我会觉得我如果是个说闲话的、爱说闲话的人，我会觉得伯彦的反应是很不可理喻的。我不会觉得我是错的，我反而会觉得他是怪人，好，他是不跟我同一国的怪人这样子。那这样子的人呢，一开口就像第6节讲的，第6节说愚昧人的嘴唇挑起争端，一开口就招鞭打。也就是招鞭打，不是说他招鞭打，就是他一开口就会挑起争端，然后引起群体当中的人的互相攻击。好，这就是谣言啊，谣言跟一些闲言闲语、一些八卦，其实对于一个群体当中是非常大，具有非常大的破坏力。好，那愚昧人呢，也常常会用自己有限的想法去推断另外一个人的想法跟动机，所以他才会猜嘛。他那样做一定是怎么样，一定是怎么样。好，他会猜，他不会去花时间去询问，说那季红你为什么挑这首诗歌啊？季红你为什么怎么样啊？季红为什么怎样？他不会去问季红如何，他会直接就怎么样猜，就说季红一定怎样，所以怎样啦，然后就去跟人家说闲话，他就通通是自己猜的，都是自己的想法。好，他很习惯性的去推论那个人一定是如何，但是很多时候事实往往不是这个样子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隐藏在表面上，我们即使是眼见也无法为凭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常说眼见为凭，但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有时候真的也不完全是真正的事实。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些比较有限扭曲的想法所想出来的。好，所以第7节又说，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唇是生命的圈套。很多时候就是自打嘴巴啦，好，自打嘴巴，但是他又要打肿脸充胖子，他又不承认，所以这样子的人在群体当中也是非常的具有破坏力。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就是一群拒绝真智慧，却又爱张大嘴巴论断他人的人。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很敬虔，他们对上帝非常的敬虔，他们也对真理非常的了解，可是他们却是用自己的有限去猜测、去猜想上帝应该是如何。他们跟耶稣的门徒不一样。耶稣的门徒常常，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常常怎样？私底下问说：“耶稣，你刚才讲那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啊？对不对？”他们会进一步的去求问，他们也会进一步求问说：“耶稣，你刚刚为什么要绕过那个地方不过去？为什么这边这个要这样？为什么要那样？”门徒都会
很积极的去问他们不明白、不理解的，他们不会像法利赛人那样子，自以为有聪明，自以为有资源，就是刚刚讲的好富足人，那个愚昧的富足人，他自以为自己已经很厉害、很了不起了，所以他们说了算这样。耶稣的门徒不会这样子，好，他们总是会私底下跟耶稣再三的确认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有真理的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有圣灵的团契，让我们不会单顾自己的事，也会顾别人的事。照理说，在基督徒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应该不会有这两种人，好，不会有与众寡合的，这个翻译有点咬文嚼字，不会有这种与众寡合的孤僻的人，也不会有那种愚昧的人。照理说应该是这样，但是很多时候却不是这样。很多时候在基督的教会仍然会常常出现这两种人。如果我们对自己属灵生命的操练太过懒散，太过于放纵，甚至我们不觉得有操练的必要，觉得受洗归入基督了，我受洗了我就好了，我就什么都 OK 了，我就出头天啊写安诺。如果我们是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如果我们始终替自己一些不当的行为找借口，比如说，如果你在受洗前，你很喜欢抽烟，然后酗酒，或者是常常现在讲说去网咖打到没日没夜的，或者是有很强烈的购物的欲望，有什么新的东西就一定要出来，有什么新的包款就一定要去买，有什么新的手机出来我就一定要去买，不买我就全身不对劲。如果我们始终还是没有办法摆脱那一些行为，那么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貌。今天的经文第8节、第9节，这个 PPT 的字也太小了一点，我们可以回来了，可以回到那个季红做的那个 PPT。好，第8节、第9节。这边说，造谣者的话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肚腹；做工懈怠的是破坏者的兄弟。新酒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我们是新酒新生命，新酒应该要装在新皮袋里。如果我们把新酒新生命还放在过去的那个旧皮袋里面，那么即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摆脱过去那些养成那些属于孤僻又愚昧的行为，还有思想。那要改变过去的行为，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。那我要什么东西需要去改变呢？很多习惯去做的东西都是从不习惯开始的。像我们常常从教会走出去到中山捷运站，然后就是经过智仁高中往捷运站旁边的那个走廊，常常就有人在那边抽烟，好像一群人在那边抽烟。然后就想，抽烟一开始应该也是怎么讲？一开始应该也是不是那么的好受，就是会呛到还是什么之类的嘛。电影上都是这样演的嘛，一开始都会呛到什么的。但是他为什么要去？他抽久了，他可能他就习惯了。喝酒也是一样啊，喝酒一开始可能会每1-2杯可能就醉了，然后越喝越多，越喝越多。好，不好的习惯都是这样累积出来的。那好的习惯呢？反过来，好的习惯也是需要下意识去努力累积啊。比如说你要戒烟戒酒，对不对？戒烟戒酒你要下意识说，我已经不能再继续这个样子下去了。当我要拿根烟的时候，像我之前有听到有人戒烟的人，当他想要拿烟的时候，那个手就是有时候是会那种习惯要去拿，就这样抽。第一个你要下意识知道你要改变这个习惯，再来就是你要用意志力，你要用你的意志力去改变，要去改变这个习惯。好，所有的习惯都是从不习惯开始，像我们健身也是一样嘛，一开始很累啊，还有那个潘杰他在马拉松，一开始也是从短距离慢慢，然后越跑就越习惯越上手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开始都不习惯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操练，不能因为做不习惯没办法就在那边给自己找借口。好，如果我们懒得更换新皮带，
我们懒得把过去的旧的不好的行为更换掉，那我们被耶稣所救赎的这个新生命，仍然在不久之后，不多久就会沾的一身都是脏污啊！魔鬼撒旦会继续驱使我们，让我们对自己说谎。我们有那种自我保护机制就跑出来了，我们会开始对耶稣的救恩产生怀疑，就想说：为什么信了耶稣，没什么改变啊？我还是以前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啊。因为信心跟行为没有配搭嘛。你有信心，但是你没有那个行为，那个信心没有办法驱动你去开启一个新的模式。好，然后呢，又会欺骗自己说：那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啊？为什么别人都那么多好的见证？为什么别人的恩典这么多啊？为什么我都没有？然后就开始这些谎言就不断的吞噬我们的信心，然后就让我们会产生一些孤僻又愚昧的想法，我们就会继续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，安慰自己说：我已经做很多努力了，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只是牧师都不知道；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只是会长都不知道，辅导都不知道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已经做了很足够的努力了，足够到我不需要再聆听什么智慧了。每次做礼拜也没有用啊，听了这么多，每次读经祷告也没有用啊。没有用是因为我们有信心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行为啊，我们没有那个行为来配搭。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，在今天的经文第12节。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如果我们，就算我们没有像刚刚讲的那么不堪，但是如果我们自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了，我们可能也当了服侍的也很久了一段时间，若我们自认为已经得到某方面的肯定，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已经获得某方面的肯定，不再需要浇灌修剪，也懒得去寻求智慧，懒得付诸行动，那么等在前面的一定是腐朽的生命。第10节这里说：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路就得安稳。坚固台，坚固的磐石，它又称为高台跟磐石，是当人们遇到攻击的时候，就好像防空洞一样躲进去。但是上帝的磐石不是只是被动的让你躲进去而已，它还是一个可以主动提供养分，提供你需要的地方。它不仅仅坚固的磐石，不仅仅是守护，同时也是可以提供避难者一切所需。它可以被动的提供保护，又主动的提供你的需要，就好像走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。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旷野走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口渴嘛，在旷野嘛很口渴，然后他们要水啊，就上帝让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就出水，对不对？磐石就出水。磐石出水，在身心灵上，让我们都可以得到无比的满足与安慰。耶和华是我们坚固磐石，它能让我们躲避任何八卦、任何谣言、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。它也能保护我们不受到谣言的伤害。我们最近在读箴言4章23节说，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在群体当中，难免会碰到一些挑拨离间、企图要破坏我们内心力量的那一些话。很多时候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所以我们说的人也要常常去意识到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能乱讲话。我们所说出的话带有权柄的，我们不能乱讲话，我们不能随便猜测别人的想法，然后就这样子就讲出去。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，因为当我们保守自己的心，在耶稣基督的智慧里面，那一些谣言就会在我们这边停在这里。当我们的心有常常读经祷告，常常接近我们的主的时候，许许多多的谣言
不实的言论，都可以停在我们这里。我们的耳朵没有办法，没有门呢，我们的耳朵没有办法关起来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像眼皮是我眼不见为净啊，我就不要看就好了。耳朵没有办法，它就是会听得到啊。好，那些谣言、那些攻击、破坏性的言论进来了，但是呢，不一定要进到我们的心里啊。我们就这边进来，这边出去就好了。我们不一定要进到我们的心里。那我们属基督的这一颗心呢？若我们常常在上帝那边汲取智慧，那我们的心就是这些谣言的过滤器，就是所有讯息的过滤器。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懒惰，如果我们因为懒惰，我们疏于更换那个滤芯，我们疏于读经祷告，我们疏于参加团契，我们疏于服事，当我们懒散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终止谣言，因为我们那个滤芯已经太久没有换了，就脏污就掉叠下，整个就粘着了，就没办法被过滤掉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的滤芯更换的够勤快，我们有常常做到我们按部就班应该做的这些事情，就是读经祷告啊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基督的智慧为智慧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终结谣言的蔓延。在耶和华坚固的磐石里，我们不仅要保护自己，我们还要守护别人。我们还要懂得守护别人。我们都是从世界的泥沼里被上帝救拔出来的。如果你是从小就能在上帝坚固的磐石底下得到保护，从小就可以得到父母那边来自于上帝智慧话语的喂养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一定会频频更换滤芯。好，借着爸爸妈妈的教导，借着从小在主日学啦、青少年团契啊、社青团契啊这样子，好常常更换滤芯。那么，以至于你的现在的生命可以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，因为已经习惯那些好的行为、好的那个节奏感，以至于你目前的信仰生命可以很快的，相对比较快的来过滤那些脏污，因为已经习惯更换滤芯的速度了，好，固定维修嘛，你可以很轻易的过滤那些脏污，在基督里站立得稳。那么你的坚定绝对不是用来论断别人的，你的坚定不是用来论断说啊那个人怎么，还是这样子，实在是不好啊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的坚定不是用来去论断别人的，而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，要多走一里路，要成为我们的坚定，要成为教会跟社会的磐石。我们的坚定是为了来可以守护别人，并且乐意提供别人他们欠缺的部分的需要，并且愿意陪他们多走一里路。你要怎么样做呢？你要去保护那些可能会被谣言攻击跟重伤的人。如果当我们在教会听到一些什么讯息，或听到一些某某人如何的时候，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，去处理这些讯息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要自己比如说像刚刚一开始牧师讲的例子。如果我今天听到什么八卦，我就去跟伯彦讲，伯彦就当机立断要跟我说：“牧师，你这样讲，我不认同，我觉得不应该这个样子。”好的做法是这样。那至少如果你做不到，你可能觉得说这样子很不好意思，这样子关系就打坏了啊，这样。那至少那些话就是在你这边就停止了啦。或者你可以想其他的方式。好，让上帝有智慧，让你去怎么处理这样子的讯息，不管是对讯息也好，特别是对人，你要怎么样保护那位同工，怎么样保护那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去保护他们。如果我们的身上的污泥，如果我们不是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长大，如果我们从小呢，就是在这个世上狗嘛哈，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受到上帝的保护啊，像牧师第一代基督徒，我也是30几岁才认识耶稣，在这之前呢，整个已经乱七八糟的这样子。
然后也没有得到真理的喂养。那甚至呢，有些人是甚至在得救赎之后呢，还忘记更换了新皮带，好，以至于现在仍然处在一个愚昧又孤僻的状态。那么，即使如此啊，都还有机会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。耶稣最后才再临嘛，再临就审判，按都维护啊，我们就来不及了。可是我们现在还有时间，还有机会啊！上帝还给我们有机会，所以即使你现在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你还是没有办法摆脱你过去的一些不好的行为。那么耶和华一样是我们坚固的磐石，因为他必将谦卑求告主名的人高升。像这样子的人，如同他们的见证，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呢，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就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。有信心，但是就是你踏出去的那一步，可能有人比较慢，有的人很快就可以放手，从这边走到那边。有的人可能需要像牧师一样这样子想一下，深呼吸几下，好，手放开一下，再回去扶一下，再放开，好啦，就走啦，就走过去。那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放手、要扶、要放了，可能他挣扎了很久。但是我们就是要帮助这一些纠结在那边很久的人，帮助他跨出第一步啊。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只要先跨出那一步，我们要帮助他们，然后我们自己，如果你还在那边要放不放，很痛苦的时候。你要相信上帝，因为上帝是你安全的要塞，是你的磐石，是你的保护。你就放手吧，放手一搏，把那些旧的皮带丢掉，把那些旧的不好的行为要撇弃。在路加福音记载，有一位有罪的女人得到耶稣的赦免。耶稣对在场的那些瞧不起这个女人的人说，她的许多的罪都得到赦免，因为她的爱很多。这位有罪的妇女，她的八卦已经是传到人尽皆知了啦。她光是要出门，然后呢到耶稣那边，进到耶稣跟人家吃饭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她众目睽睽，她在街上，她在那个吃饭的场合，有多少的人斜眼看她，白眼看她，还在那边。讲半天，但是他为什么有勇气？他为什么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他的眼里、他的心里只有耶稣。当我们专注定睛在耶稣的救恩的时候，那些八卦谣言其实对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，他们不会伤害我们。如果你认为他会伤害我们，那代表可能我们的信心还不够，我们的安全感还不够。就好像最近也不是最近啊，也好一阵子了，好几年了。其实，在社青团契，牧师觉得很感恩，就是在社青团契的分享里面，大家都很坦然的，可以把自己心里的一些自己觉得不好的东西讲出来。他们非常有安全感，他们不怕被气友嘲笑，也不怕气友把他的事情当八卦说出去。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想法跟话语都要对上帝负责，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，他们分享自己的好与不好，然后大家一起鼓励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带导，再一起往前走。这就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，这就是当我们都定睛专注在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再在意其他那些拉里拉杂的这些事情。不论我们从小就是受到庇护的，或者是一路跌跌撞撞才信主的人，今天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自己问自己，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为了得到耶稣的爱，单单为了得到耶稣，单单为了寻求耶稣，而愿意像路加福音里这位有罪的女人一样，我为了接近耶稣毫无保留。我为了因为任何的团契聚会都是奉耶稣的名开始的嘛，有2、3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，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了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可能因为自己没有安全感，
那自己的没有安全感，可能是基于自己，也可能是因为群体造成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有多久没有为了亲近耶稣，没有为了在这个聚会里面，在耶稣的面前向耶稣敞开？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子做？还是说我们还是依然遮遮掩掩的，很害怕别人不晓得怎么看我，害怕别人不晓得怎么想我？我们对自己身上还残存的那些污泥，是不是觉得理所当然？就是我们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些行为，可能因为我们跟得太久了，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嘛，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自己的行为为什么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会不会觉得是理所当然呢？我们千万要警醒，在团契的好处就是，当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看不懂、看不清自己的时候，至少还有别人啊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还有肢体可以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警醒，就是那些口耳相传的八卦，或是可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，有人被害妄想症，就想说啊，别人一定会怎么想我，别人一定会怎么说我，好，或者是那些总有理由去无法改变的行为模式啊，我就是没办法戒酒，我就是被这个酒精，哦，这个喝酒喝到，我就是喝到每次都喝到不行，喝到烂醉，还有上网就是无限上网啊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摆脱，就是这些模式不断牵引我们脱离耶和华坚固磐石的保障。其实很多那些我们摆脱不了的言行举止，都一直把我们从耶和华坚固磐石的安全保障里面拖出来。我们明明就已经躲在防空洞里面，但是就有一股力量一直把我们拖出防空洞，然后就被炸弹炸死这样子。这些没有办法改变，或者我们没有办法立定心志去改变的这些东西，不断在击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弟兄姐妹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有什么不敬虔的习惯是你无法摆脱的？还有怎么样的言语或行为始终控制你，让你没办法再更向耶稣前进一步？或者是又有怎样愚昧孤僻的朋友，常常引诱你，让你轻看你身为基督徒的这个身份，以至于因为你常常跟他们在一起，你没办法摆脱他们，你常常跟他们在一起，你就没办法为主做见证，你就是还是一直活在那个旧皮带里面，甚至于亵渎上帝的名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要相信在那里，在他那里可以得到全备的保护与供应。你那些东西你就摆脱掉吧，摆脱掉，你不会危险的，你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安全跟安慰。特别是现在处在充满诱惑跟谎言的时代，我们要更积极、更坚定的快速奔跑，进入上帝的磐石里面。在那里面，我们可以躲避任何的攻击，在那里有护心、有公义的护心镜来阻挡我们，帮我们成为我们的盾牌，将一切的谣言跟一些毁谤的言语挡在我们心门之外。很多时候，那些不敬虔的朋友，有一些一直把我们脱离上帝的朋友，也常常会一直说一些话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。有没有？我们在看箴言的时候，有看到那个无知的少年嘛，被淫妇一勾引，哇，他就去了，就像牛被牵往宰杀之地。我们一定要快跑进入上帝的磐石里。因为在那里有智慧的泉源，能够供应我们在生命当中，当我们不断在改旧换新的过程当中，当我们一直要把我们的旧皮带给脱掉的时候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或许一开始的那一步，真的需要坚定的勇气踏出去。你要相信，当你走向上帝的时候，绝对是安全的；当你走向耶稣的时候，绝对是有保障的。该舍弃的舍弃掉，该丢掉的丢掉，不要再一直跟他勾勾滴，
不要一直在跟他纠缠不清，该断的就要断得干干净净，因为主是我们一生的依靠。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。我们要仰望我们荣美救主，我们要常常仰望，定睛在他的身上。当我们的眼里只有耶稣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让我们胆怯。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勇气，我们就有盼望。的救主，我仰望你面，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，我找到自己，在你救恩计划里，我愿用我全心，用我全力来荣耀你，荣美的救主，我仰望你面，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，我找到自己，在你救恩计划里，我愿用我全心，用我全力来荣耀你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，你给我温暖的拥抱，我只想永远爱着你，紧紧跟随你，我一生因你而微笑，当你的灵将我环绕，我献上自己做火祭，一生服侍你，我的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摆脱我们的旧皮带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定睛在我们的主，定睛在赐我们生命的主。荣美的救主，我仰望你面，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，我找到自己，在你救恩计划里，我愿用我全心，用我全力来荣耀你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，你给我温暖的拥抱，我只想永远爱着你，紧紧跟随你，我一生因你而微笑，当你的灵将我环绕，我献上自己做火祭，一生服侍你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，你给我温暖的拥抱，我只想永远爱着你，紧紧跟随你，我一生因你而微笑，当你的灵将我环绕，我献上自己做火祭，一生服侍你，我的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救恩，谢谢你的怜悯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给我们的机会里面，继续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摆脱旧有的缠累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要向你呼求。主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还有一些是不合你喜悦的，不合你心意的，求主你圣灵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放下放手，让我们可以专注在你的上面，让我们可以专注在你的爱。主，因为你的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扶持保守，愿你们一生一世都能够有新皮带穿在自己的身上，让你们的生命如泉源涌流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最后唱一首歌，带着回家。
路亚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恩典回家。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啊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嘿，嘿，嘿，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家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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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，带着恩典回家。你是我最爱的父爸爸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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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可以彼此敲仪请安。